上课这2个多月以来，主啊，谢谢你一直用着双手在扶持着我。主啊，昨天有些经文，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节，很多人来跟随耶稣，但是耶稣回头对他们说：要跟随我的，若没有舍下自己的家人、妻子、儿子，没有办法跟随耶稣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只是在走一条蒙福的道路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在当神学生的过程，有很多人的祷告，很多人愿意为我们奉献，很多人愿意投身他自己，就进入一个传道的路。在这属灵的路上，有人与我们同行。最重要的是主，你的手一直在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不只是蒙召的神学生，你同样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一同来敬拜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蒙召的儿女，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是因为你蒙召我，你召我们，你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是称为你的儿女，我们不再是属世的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转离开世界，奔向你，单单的看你，单单的望你。这2个月来，我知道孩子在家里，先生在家里，但是主啊，我知道你一直用那一双手在扶持着他们，也扶持着我在学习的道路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有这么多长老执事，这么多的牧师在为我祷告。今天回到家里，这是我的家。今天回到家，我非常的开心，谢谢你们一直为我祷告。我们在这里也向上帝献上最大的感谢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